小型风台是当日逼划台湾，这海上甲陆上的警报拢已经发布啊。气象署是预计，今日半暝到明仔透早，这暴风圈对卡到台湾。明仔半暝对对台东、屏东恒春这带来定律。花莲、台东、高雄、屏东恒春半岛这风雨会上界明显，都要特别注意。工作人员针对可能去有透风扇断去的树仔，甲修剪、甲记号确定。下晡花莲市公所开始做风灾的准备，都惊看话风会愈来愈透，树仔阁去有风扇断去。怕我们的路树跟树叶会因为风强雨势的关系坠落到我们排水沟上面，那导致我们的排水沟可能会有一些积水的一个部分。小型风台等豆豆挖进台湾，花莲第11线淹了海岸，大影是一波一波拍起来。花莲溪出海口嘛出现海水倒激的情形。宜兰南门澳的海墘仔，有几个民众专工去遐看海影，不过却有海巡可肯离开。此处为管制区，依对于妨碍防救法，请勿在此观览或进入管制区，避免触法。小型风台愈来愈活，海警甲陆警拢照发布。目前风台伫个鹅銮鼻、东南东平，差不多410公里的海面。持续向西北转西平山顶东，即马风台路线愈来愈活，包括花莲、台东、高雄、屏东、甲恒春半岛等等的所在，拢是陆上风台警报警戒区域。它其实是有一点比较偏北的方向在移动，那时速大概是10到11公里左右。5号清晨4、5点左右，以目前的这个路径还有方向上面的预估的话，大致上是在这个时间点会比较接近到台湾的南段陆地。气象署表示，拜三到拜五是风台影响台湾上界明显的时阵。按算初三半暝到初四透早，风台会卡到台湾的陆地；初四半暝到初五透早，会伫台东到恒春半岛迄颗雷亚定律。各地落雨情形会真明显。气象专家嘛表示，包括宜兰、花莲、台东、高雄、屏东、甲恒春半岛，拢无排除会落大雨，或者是有局部大水雨的可能性。东半部宜兰、花莲、台东、屏东是首当其冲。目前看起来10月4号到10月5号这2天，整个东半部跟屏东的降雨会持续性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降雨目前评估应该都有机会出现超过这个超大豪雨以上的一个降雨气象专家预估，风台暴风圈脱离台湾本岛的时间应该是伫初6透早。不过了后，风台行线的速度会放较慢，要到初7透早才会脱离台湾的海峡。记者综合报道。